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，云林的土豆、番麦等农作物因为风台扇海风造成严害，公所会勘确定讲卖了大细土豆、番麦，佮有四乌的蒜头，佮有当时厝的红菜头哦，损害的范围拢超过2成，农民会当来向公所申报财损的现金救助。一大片番麦边仔，有一区土豆园，大部分拢因为叶仔伤大抓连起。经过农粮署、农改场、甲县府、公所4个单位来会勘，确认云林麦寮乡、大西乡的土豆甲番麦是现金救助的项目。人就是拢拍麦大去。哦，安尼敢有影响？嘿啦，当然嘛有，较无咱人就是土豆较袂熟啊。麦寮乡公所表示，麦寮有种190公顷的番麦，申报140公顷的损失，已经占超过7成。若土豆有种680公顷，申报损失是320公顷，要过5成。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，10月初三多次风台，虽然云林无落雨，不过风遮透造成沿海包括番麦、土豆、甲红菜头等等的农产拢受损真严重。我大啊，迄个风，伊都无落雨，就先啊风扇来，毋知会死掉掉。农花生的部分在台西麦寮，每公顷大概是每公顷可以救助3万元。在胡萝卜的部分是四湖跟东势，每公顷可以救助4万元。另外在硬质玉米的部分是在台西四湖、口湖、麦寮，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救助到2万8。另外，9月中到月底一直咧落雨，也造成四湖乡一寡所在，打种落去的蒜头浸水全烂去，财损1公顷会当救助46000块。农业处表示，若准伫咧救助的地区，而且救助的农产受损达到2成，10月29进前完成申报，才会当补贴损失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